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新北蘆洲一对卖葱油饼的老翁婆，往发现倒伫咧厝内死亡，在身躯顶向开10外刀。警方认定讲，这30外岁后生嫌疑重大，昨已经抓到人。怀疑伊是走倒来要甲老爸老母讨钱，讨无才会来下杀手。不要动！快点！举雨伞伫新庄的街仔头弄榴莲，拄啊好互巡逻的警察撞到，当场甲人压制伫涂骹，牵涉到新北蘆洲重大命案的姓廖的男性，案发了后一路换交通工具咧走，落尾要是伫19暗时6点多，互人抓到。他把机车停放在三重的市区以后，把凶刀丢弃在置物箱内，再搭乘计程车逃往新庄市区。那他下车以后，在新庄市区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的闲晃。19中昼，一对老翁仔某，互人发现死伫咧徛街的客厅，身躯顶有真侪刀仔的伤痕。经过专案小组初步检视，60外岁翁婿死进前捌抵抗，手有接刀仔的痕迹。警方调监视器追查，认定死者30外岁后生有动嫌。那天晚上有听到吵架，只有人家以为是说，但是家里的事嘛，没有人去报警，而且还有人听到说有女人在尖叫的声音。亲友他联系他不上，然后直接来住处，按门铃也没有回应，然后直接拨打电话，发现里面有电话声，然后就觉得说不太对劲。警方表示，伫咧访查厝边的过程当中，捌听到姓廖的嫌犯捌骨力解甲爸母讨钱，也若敢是因为财务的问题引起杀人的动机，也阁需要厘清。杀害亲人的案件，永过定定咧发生。伫新庄捌有孙甲阿嬷讨钱讨无，举刀仔甲刣死，互人判无期徒刑。5个也有后生，若像因为帮产的问题刣死老母。这类刣死爸母、公妈的状况，拢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修法之前是只能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而在民国108年以后呢，有可能被判有期徒刑而已。它会被加重这1/2的这个刑责。这项罪名经过修法，法定的刑度袂阁再限死刑，也是无期徒刑。毋过比起普通的杀人罪，会加重论罪，处罚粗残刣亲人的行为。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有家长伫咧学校园游会买一粒会铺伫咧半空中的鸡龟仔，要互囡仔耍，结果回去了发现判一空，这囡仔可能是用喙去喷风，结果害这内底日素氦气输入去肺部，当场是昏去，加在送医了后无生命危险。老爸为学校的园游会买会铺伫空中的气球转来，囡仔真欢喜伫客厅耍，其中头壳套即个白色气球的6岁查某囡仔雄雄屁落，家长关底就是伊咧耍，看过才发现伊已经唔知人。去用手去拉气球啊，结果我发现整个气球已经吸住在他脸上了，我就大力把它扯掉，扯掉的时候发现他的嘴唇全部都是黑色的了。这个查某囡仔喙唇泛乌，老爸一直大声甲喊才精神。送病院了后，看出来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查某囡仔哪像是用喙对鸡龟安尼喷，这个地鼠输着氦气了后，上手无够全昏去。他把它粘在脸上吹了，然后可能小孩子不会吹嘛，他吹一口空气，他要吸气再吹嘛，他刚好把里面的氦气吸进去嘛。医生讲氦气并无毒性，不过囡仔若输落到地，可能会减少上诉的浓度。若严重者会出现呼吸衰竭，唔知影人或者是一直喘。一般我们在空气中氧气浓度是21%，那如果说氦气浓度高的话，它会造成空气中氧气浓度降低。如果降低从21%降低到16% 以下，那就会很危险。咧卖气球的业者讲，一般若是用氦气的气体来灌，拢是用机器，较少看到因为输着氦气怎分去的。而且嘛要注意鸡龟感受破空，嘛建议家长气体的来源若是无确定，千万唔通买，嘛较袂去买着灌氢气的，因为拄着火较会爆炸。伊若破，你甲灌嘛是破呀，伊嘛是消风啊。伊氦气就是消风啊，它消气很快呢。一般通常像我们有些球就是用吸管去吹。补习班的化学老师林俊杰解说，氦气是属于较安定的气体，若灌入鸡龟内底，鸡龟会浮伫空中。虽然讲无重大爆炸的危险，不过囡仔若无细致去输着，可能也是有危险性，提醒家长爱随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配偶关做梦情，进前伫咧网络顶拍片，讲这红旗啊，今早晚会伫咧台湾吵甲满满是。移民署证实讲，已经依照两化条例认定伊有危害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可能，
废止居留许可，下令出境。我希望早日统一，争取孩子回娘家看望外婆。我知道你们怎么了？你们害怕了吗？透过影片表达不满，中培官员因为发表早晚红旗插满台湾，才会牵涉武统的言论，互人检举。后来点点删除争议影片，佮改名小辣椒持续大文。去年11月去马场顶纪念公园拍片，纪念强调5州顶人，即马确定予移民署废止长期居留许可，并限令出境。这个个案里面所碰到的问题，都是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联审会议通过的。去年3月，中培爷爷涉嫌鼓励武统，去予移民署限期10天内出境，搁捌去内政部前抗议。所来阮籍小薇嘛比较爷爷，共款伫月底互人赶走。同一年，捌伫花色正头路的中培基地，互人也经营解放军民粹社团，先注销台湾身份。12月嘛，互人废止移亲居留。即马官员因为公开散布争议言论，认定有危害国安甲社会安定，移民署证实已经家己离境，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依法作出处分，并限令出境。兼顾依法行政及人权保障，其已于115年1月中旬依宪自行离境。恩琪在中国台湾省宣扬两岸一家亲，带上了中国红，拿起了我们的五星啊！先关一下。先关一下，我跟你说。中培阮籍登去中国了后，共款用台湾做题材，继续做直播主。这阵啊，互人发现直播到一半，有中国公安人员加查落来，要求关台，互伊公家证书激动号出来。我是在为祖国做贡献的，大家。好不好？加直播记录落来的 YouTuber 就将表示，阮籍案例颠倒，互大家看到警察国家的本质。即阵啊，有中培伫网络报版繁体字，希望赶紧统一，就会当写简体字。对这样代志，内政部正式回应，无要统一。佮声明中华民国官方所使用的都是简体字。佮有部表示，理解跨国婚姻和台湾争做多元族群，考量语言的适应，政府拢会提供过渡性的辅导甲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关心天气，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宜兰低温干那15度至16度，中南部夸东是16度至18度。咱来看温度。今日是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17至18度，中南部是24至25度。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气象署嘛针对基隆、台北、新北、宜兰发布大雨特报，中南部地区是多云好天。24节气大寒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温度是一直降。有到拜三，在台北、台中恐惊会落到春无10度。北部因为水汽较济，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会落雪。拜暗时开始受到强烈冷气团落南影响，温度会变低，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落雨的机会会增加，愈暗雨会愈大，半暝啊可能会闪大雨，而且雨会一路落到拜五。桃园以北甚至新竹以北地区，一直到东北部地区，在未来的2到3天降雨的情况是比较持续的。另外，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全台一路大降温，时间对拜二开始早暗低温，中南部以北和宜兰大约伫咧11度至14度。拜三到拜五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上强的时间。气象署提醒，到时北部、宜兰、广阔地区以及外岛可能会出现8度至10度的低温，那中南部嘛真寒，低温伫11度至12度。尤其是礼拜3、礼拜4这2天。在北台湾全天天气都是相当的冷哦，高温可能也是只有14度附近。那在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到了礼拜3、礼拜4，各地的高温大致上可能也都不超过20度。因为最近有到温度亚低，气象署提醒拜三、拜四天光北部宜兰2000公尺以上，以及中部花莲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气象署预估这波强烈冷气团爱到拜6才会减掉，提醒乡亲这阵爱穿雨袖，避免减掉。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农业部车道顶防治应变小组统计，去年掠到20几万只车道顶，讲过今年若掠到30公分长以上的车道顶，一只的奖励金会增加到300块。过来是自由时报，中期预测202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4.14%，顶半年成长会较强势，对外出口甲内需消费拢真稳定，也有可能搁再调悬。最后是联合报。
台中营长传出讲，予医疗器材厂商来代替医师开刀。这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规，会另外来做专案小组检查监办，规划开刀房的相关指引。那这台中营长的调查报告是强调无互厂商来进行医疗行为。这卫福部长赵宗良嘛，已经指示讲，这专案移送检方来承办，后续的开刀房指引也会列入去这病医的评鉴当中，上紧7月就会来实施。台中营长有3个医师顶一日去互投诉，那像是互医疗器材厂商入去手术室甲患者开刀。台中营长顶礼拜调查报告指出，厂商并无执行医疗行为。了后，想袂到，阁有2023年7月份手术的影片流出来，内容那像是由厂商来开刀。卫福部长赵宗良19日立法院受访的时阵强调讲，一定会检查监办，成立专案小组理清真相。这个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医疗的法规，所以也请卫生局将这个案子呢移送给检调，依照这个医师法违反密医罪。那至于呢这个整个内部的调查，我们也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重新检视。赵宗良表示，将来会定出手术室的指引等等的配套，嘛会纳入病院评鉴的项目，确保病人的安全。台湾病院协会副理事长朱一宏表示乐观其成，因为即马达文西机器、手骨等等高科技的医疗机器愈来愈普及，厂商入去开刀房到安装或者是校正等等有伊的必要性，因过拢是病院家己来规定，并无统一。不过协助的范围甲实际医疗行为都要划清界线，而且来协助的人袂当假做主要负责开刀的人。有一些器械可能需要在开刀的时候临时才组装，好，或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在植入之前有一些特殊的角度，医师如果在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确实是有赖厂商这边做一些协助。赵宗良指出，相关的指引已经请医术师就专家来讨论，希望7月进行实施。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已经启动调查，涉及密医相关的情形，已经在1月初7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若医师容留非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将依医师法第28之4条，最高可处50万元以下罚款。卫生局强调讲，厂商入去手术室，敢若限制机器使用的资讯，禁止任何接触病人或者是代替执行医疗程序的行为。那3个涉案的医师，目前暂停手术的业务，其中2个人袂使兼主管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西班牙高铁败马烧弄的事故，上无已经造成40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这其中一台也阁是新车，4天前才检查过无问题，明明就走伫咧直线道，安怎会败马烧弄？这事故原因阁要调查。这帮浅色的列车败马，而且有车厢严重损坏，零件落规四格。救援人员甲监视人员等咧理清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另外一边红色的列车状况也无介好，这是西班牙自2013年以来上严重的铁路灾难。Había algunos que estaban muy bien y hay gente que estaba muy mal, muy mal. Trozos de gente, no era gente, era ya un brazo. Te iba encontrando y mi marido pues que vio un niño falleció dentro, otro niño llamando a su madre, buscando a su madre. 10日暗时，一帮对马拉加驶去马德里的高铁车帮败马，冲去对向的轨道，弄到另外一台对马德里要去维尔瓦的车帮。这帮车也同款败马，而且大多数罹难者甲伤者拢是伫这帮车较头前的车厢。En este centro y los que hemos podido consultar, pues están tremendamente extrañados del accidente, porque como les digo, es raro, es muy difícil en este momento de explicar. 当局表示已经展开调查，铁路公司 Aerial 表示，在300个乘客的第一帮败马的车是2022年出厂，有较新，4天前才拄检过，败马的原因犹阁毋知。另外一台载100多个乘客的第二帮车是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营运，公司表示败马的原因初步排除人为的因素。根据调查来的消息，专家发现轨道顶头的帮仔有无氦气出现空芳，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对着列车来来去去，空芳愈来愈大。负责调查的西班牙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也未回应。官员表示，有过1个月来也无通确定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南美洲的智利因为热人咧靠小影，即马中部、南部拢咧火烧山，造成已经上无造成18人死亡。因智利总统嘛紧急宣布灾难状态，
也美国是因为冬季风暴造成交通大乱，佛罗里达州已经限期连续2年落雪。南美洲的国家智利因为受到小影的影响，气温升到38度，而且佫透风。中部甲南部森林大火情形是真严重，8500公顷的森林，也佫有几10栋的厝是拢规个烧了了，超过5万的居民紧急疏开。军方的人员随展开空中拍火的任务，消防人员嘛四界走踪，甲24台野火拍花。智利的总统bek瑞克宣布比奥比奥甲纽夫莱这2大区进入灾难的状态。Tenemos un número hoy día confirmado de 18 personas fallecidas, pero tenemos la certeza, desgraciadamente, de que ese número va a aumentar. 就算总统bek瑞克伫咧社群平台 X 表示，所有的救援都已经到位。不过当地官员讲，森林大火已经炭烧几点钟啊，四界拢是受到相当的熏热。不过政府的援助煞是一直无到位，有的居民全闭伫厝内，就是讲野火会家己发起。想不到情形煞失去控制，所以真侪已经烧到臭火焦的尸体，伫咧残忍厝内、路边甲车底去发现。No, esto lo vivimos mal, pésimo mal, pésimo. Empezó el fuego en este momento de aquí, saltó para este lado, se quemó esa camioneta. Estamos encerrados aquí en este momento con el fuego anoche. Lo pasamos mal, todo mal, toda la gente mal, absolutamente mal. Fue algo que vino en un momento y pasó. 也若伫美国东华，是扫来2波冬季风暴，体感的温度要降到-12度，毋但能见度大降低，空中甲陆上的交通嘛拢受到影响。这波无稳定的极地气旋一路落南，地处福州这个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属于亚热带甲热带气候的所在，嘛真罕见落雪。不过，这届落雪并毋是100年一届真罕见，就伫去年1月份。因为有真强北极冷空气落南，予福州部分的所在积雪有到20公分悬，这嘛是美国真侪所在从19世纪以来雪落了上大一届。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呛声讲要甲格陵兰买落来，引起欧洲强烈的反弹。副总统马克宏嘛提出对美国爱启动反威胁措施。欧盟领袖嘛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的共识是避免爱全面发动贸易战，先增加反制对策，来增加谈判空间。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要摕到格陵兰，并且宣布伫咧达到目的进前，将会自2月开始对支持格陵兰的欧洲8国加强10%的关税。6月初一，抑佫会提悬到25%，互欧洲正反弹。欧洲各国领袖则被紧急通电话协商。并且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甲领土并购加关税挂钩是一种经济协议加政治勒索，将会全力支持丹麦加格陵兰伫主权加领土完整的原则下进行对话。We hebben ook gezegd dat de territoriale integriteit en de zelfbeschikking van Groenland en Denemarken wat ons betreft niet ter discussie staat. 欧洲各国的大使则被开紧急会议，讨论出2大反制手段。包括对美国实施总额达到930亿欧元的报复性关税，内容包括普本威士忌、飞机的零组件、黄豆抑个加金等。另外一项是欧盟用来对抗来自第三经济协议的对策反协议机制 ACI。欧盟伫2023年通过了，从来就无对外实施过。内容包括限制美国企业参加公共采购、限制投资或者是银行活动。一共限制伫咧欧洲市场有大量业务的美国科技业者，或者是其他服务供应商，被认为是贸易的火箭炮。国际问题专家讲，川普即马有其中3个的压力 ，ASEAN 会牵制美国的经济，川普爱付出政治代价。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上无7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以戏花的礼服出名的意大利设计大师巴伦蒂诺·加拉瓦尼，基金会证实讲，伊伫咧罗马徛家过身，享受93岁。罗西亚官方表示，总统普京有接到川普邀请，加入伊的和平理事会，推动这加沙战后重建。继续来看咱国内这行政院的副院长戴立军带团去美国协商，确定这台美关税降到15%，未搁贴悬。这台美贸易协定相关的合作备忘录，卖送到国会来审议，只要议托就算通过。罗总统甲行政院长邓英泰嘛呼吁朝野一定爱支持。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带领谈判的团队，
去美国达成台湾对顶关税调降做15%，而且原底上优惠国台语税率等几个项目，嘛完成无塔起的计算的目标。19透早回国，行政院长杜永泰亲身去迎接。我们的谈判团队会持续的以国家的利益、产业的利益、国人的健康跟粮食安全4大目标，完成所有总统跟国人所交付的责任。台湾的技术和产业，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一股关键的力量。那这一次也和商务部先签署了投资 MOU， 预计数周后我们会再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议。那这2份协议都签署完，就完成最后一里路。台美关税 MOU 甲关税协议，未来会送国会审议。根据条约缔结法甲立法院这款刑事法，条约案只要2读，听诉上1读了后交委员会，实际审查讨论，再搁送交议会来决议。原则上协议的内容，敢来当同意，无同意，文字是袂当改的。在国会审查的这一关，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提产业冲击影响评估的报告，针对 GDP 甲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中小企业外溢的效果。甲财政金融风险的评估，美国是直接告诉大家，要把产业高科技产业链是整个要搬到美国去啊！这边我们要严正的提出这个警讯，请民进党政府啊，今天真的为我们台湾守住产业的根。我们支持台美合作，但合作不等于无条件退让。当40%的关键产能被搬走，台湾还剩下什么筹码呢？这一次的关税谈判，台湾获得了全球的3个第一与3个唯一，所以全球都看好台湾的时候，台湾内部就不需要看衰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讲，国会会谨慎实际审查，袂有政党相同的立场，敢若有人民甲国家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关税任务圆满，行政院透早9点嘛召开记者会，来看行政院长杜永泰详细的说明。大家讨论之后，认为如何要让美方政府最能重视，也能理解我们很深入的准备、周延的一个方案。萧美琴副总统就提出了一个 Golden Plan 的黄金计划，也就是我们希望由产业自主投资是一部分。由政府运用信用保证，由台湾的金融机构来协助国内的产业，我们进行信用保证，这是另外一部分。这衍生现在的2500亿加2500亿是分开的，所以任何的媒体跟国内的评论员或是政治工作者，不要再把它写成5000亿。这是绝对的错误，也会让我们后续的谈判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以上就是上新的记者会画面，继续来关心美国半导体关税232条款。台湾是争取到上优惠的台股，这消息一日出来，南韩的半导体企业是拢带咧等。南韩政府是表示讲已经启动紧急协商机制，嘛强调这晶片关税台股一定未比别国较歹。台湾伫咧232条款关税内面，争取到半导体甲衍生品关税上优惠台股，互同款是晶片竞争国家南韩正境界。这位南韩青瓦台声明，讲已经启动紧急协商机制，强调晶片关税未输予其他国家。要让美国拥有充足自给自足的 High Bandwidth Memory， 那么其实三星跟 SK 海力士就必须要大手笔的投资美国，不是建晶圆代工厂，是建记忆体厂。根据台美贸易协议，台湾企业伫美国起申请的这段期间，会让规划产能上最2.5倍产品输出去美国，唔免搁纳232条款的关税。而即马全世界晶圆代工市场市占率，台积电占7%，三爽7%到8%，中芯国际5%，罗格方德占4%。而即马全世界DRAM市占率，三爽、SK 海力士抑个美光是前3大。分别占29到35%，CXMT 甲南马科是无到5%。而且美国商务部讲，以后若是无伫美国设厂，可能会拄到高关税，恐怕会互记忆体厂商承受正大的压力。如果韩国的半导体关税比我们高，那么它卖到美国的晶片价格就会没有竞争力。那我相信韩国也有记忆体相关的技术。美国一定也希望他去美国设厂，他们很可能会重新谈判
那最终呢，看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跟台湾竞争。目前为止没有在美国设厂的计划，直接交易美国的市场的比例目前不大，但是在增加中这个我们会在考量这一点未来怎么营运。台美关系确定，中经院估计今年台湾的 GDP 会当达到4.14%。除了经济前景看好，19大股国行悬，收至31639点，起230点；宽达股台积电收盘1760块，起20块，两项拢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条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到今也是卡伫立法院。国部长顾立雄嘛呼吁条约爱沟通，赶紧来抚慰心查。另外，针对最近这国军向买收的案件，顾立雄嘛强调，有9成以上案件拢是军方主动去查的，保护教育是成功的。国防部长顾立雄19去立法院，甲立委握手致意，针对一条2500亿特别预算的军购项目做秘密会议的专案报告。因为军购特别条例已经几啊届伫听事委员会启用动落来，顾立雄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向条约详细说明，希望法案赶紧抚慰心查。根本都还没有复委，那么也没有通过之前，我们还要尊重立法院。立法院能够给我们多少这个货物的预算，那我们还要再根据这些货物的预算内容，我们来安排军购、商购跟委资的部分，好不好？顾立雄强调，对美国军购的项目，伫美国通知国会进前无法度对外公开。不过，根据国防部公开的资料，要买的品项拢总有7类，包括精准火炮、远途精准打击飞弹、无人载具甲伊的反制系统、防空反弹道、甲反装甲飞弹、AI 辅助系统、强化作战量能装备。甲台美共同研发，还有采购装备系统，内底包括海马斯导管火箭、标枪飞弹、甲拖式飞弹等等。对南北嘛要提出军购特别条例的版本，顾立雄认为无必要。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朝野政党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进行讨论。如果要做修正，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会开公开会议，要求国防部就会当公开的资料来说明。若秘密会议的时阵，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因为家机密的资料炸走，去互国防部发现就倒转来嘛，引起争议。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发现，怎么这叠资料里面有国防部的东西？就返回外交国防委员会，把东西交还给他们。从我们在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发现机密资料不见了，然后我们请军官追出去。议事规则48条里面，你就是不能析出嘛。针对陆战队的士官涉入强谍案，向中共宣誓效忠，泄露职务的秘密，嘛牵连中天的记者林新佑牵涉国安案件受压禁见。顾立雄强调讲，9成以上的案件拢是官兵检举或者是军方家己调查的，显示国军保防教育要有一定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萧美琴进前有去参观食品公司义美所开发的机器狗，这陆军也针对机器狗来研究来做军事用途。专家嘛表示讲，目前咱以咱的技术是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副总统萧美琴用控制器控制这只机器狗，一个正好奇，顺手想要去改变。这只机器狗若是当远的行，一个会当爬楼梯。机器狗行楼梯，脚步同款正在。萧美琴抱文讲，正感谢食品大厂义美的邀请，可以见证台湾甲国际伙伴合作引进的成果，也希望军方甲民间加强跨域合作。其实，陆军已经对4脚无人地面载具，也就是机器狗，进行商业进步收集研发甲评估。搭载很多感测器侦查前面有没有爆裂物那甚至呢如果说未来科技更发达的时候呢，还可以派更小型的机器狗呢去执行所谓的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专家认为机器狗应用伫咧战场，较有可能的是侦查抑个载军、无人载具、陆海空军拢有，会当应用的范围也无干那限定伫咧军事，尤其大家上注意的无人机，会当应用伫咧农业监测甲物流运输。为了要扩大国内对无人载具的需求甲用途的开发，立法院财委会开公听会听各界意见。业者没有办法在国内进行足够时间的飞行测试，要松绑或者是要划定特地的区域来供这个无人机操作跟这个测试。或者建议若要发展无人机的商机，除了用足参法修正草案，也希望政府会让跨部会共同讨论安怎招商引入资金，甲国际做伙合作。
在国内部分民间团体认为，会当用民间组队的方式，和民间的财源也个产业，拢做伙参加强化无人机的自主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湾的传统产业长期咧欠工，这政府嘛开专班，业者嘛引进 AI 来协助。学者表示，这 AI 应用伫咧未来已经是趋势，员工唔免烦恼去用取代，颠倒是爱去学安怎使用 AI， 增加家己的能力。加原料放入去模具造型，另外一边爱加喷护金，中华量态氮气超过9成的水五金产品，大部分拢外销。去年捌因为美国对台湾扣32%的关税影响订单，面对国际市场挑战愈来愈大，引进 AI， 和整体的效率甲产品的合格率大幅度提升。成本降低，不会说我们要为了一个不大量的产品，然后投资一大笔钱，那这样子就是不划算。这样子，中华嘛是农业大县，在地的农业科技公司嘛透过导入 AI 应用，那互农业制停缩短4成，嘛互营收有明显成长。业者表示，透过 AI 应用分析，互效率会当提高。是在学习 AI 后，让我们整个公司的 AI 应用大爆发。整个产销人发财，还有资讯品质这些公司治理的7大面向，我们全部都有运用到。AI 在特定领域的应用，比如说产品要如何开发，如何要做过更好的一个验证如何要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这个品管等等这方面来做一个能力的再提升AI 应用无限高科技，嘛互团产有转型的机会。经济部表示，团产大部分属有中小微型企业，普遍拢有欠工欠人才困境，嘛到转型的时机点。为去年5月开设 AI 实作专班了后，互 AI 会当包含16个团产领域，用数位转型增加竞争力。学者表示，面对 AI 的流行甲运用，企业界嘛应该注重人才培育。AI 就像你的助理一样，你有问题你就可以随时问他。AI 不是来取代你的工作，而是来帮助你的工作做得更好。经营管理方式怎么样让这个一些不必要的成本能够调整，这个都可以做的。学者认为，安怎使用 AI 行出新的方向，会成做产业转型的新课题。AI 应用也是爱注重人的需求，相关产业也知影安怎使用，会成做促进升级的好工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电讯消息来看，高雄某一间国小发生肠仔病毒烧的案件。这高雄卫生局指出讲，这个案的家长疫情调查时无老实讲，所以家当罚12万。统计到昨，这目前已经有15个学生为着这肠仔病毒送医了后，拢已经转厝休困。学校嘛决议讲，1月21到23是改网络上课。也为着避免过年时急诊塞车，卫生部今年是投入16亿，要补贴医护人员过年上班的费用，也要求全国203间的病院，逐工爱回报病床的状况。也台大病院也启动公床的制度，只要有需求，这病床拢是会当跨科来调用。去年过年期间，真侪病急诊人伤多，主要是因为护理人力无够，所以病房拢关床。再加上流感、天气冷，和重症病人无法度顺利转入去病房，被迫留伫咧急诊。为了要避免急诊个人伤多，台大病院今年第一遍发布全国病房限制，进行公床制度。只要急诊的病人有大型的需求，就会跨科找空病床。台北荣总也启动供性疾管的公床，照顾急诊的重症患者。经有急诊判断需要收治本院的，我们就会到疾病的轻重缓急往上尽量收治到可以收治的地步。目前我们不是乱签，荣总没有说什么统一塞床哦，那看到哪边有床就塞，没有，我们还是有同质性高的才会签。不过护理甲医界团体是担心，病院若是讲人无够，就随便调动护理人员，既因无适或者是专业无符合的科别资源，若是造成护理人员过劳甲流失，也可能影响医疗品质甲病人的安全。我们乐见各家院所针对急诊拥塞来提出病床的调度对策，但必须要注意危险跨科支援情况是否有发生。因为跨科借床或者是这些大内大外的这个床位的调度之下，去收治了他非专科病人的这个情况，而导致工作负荷和不安全感增加，而导致的春节过后的一个离职潮。护理团体讲，全国护理师跨科资源就要有配套，而且不是常态性的资源，上主要是病院要赶紧找人。
并且建立明确的规范。卫生部教护署强调，面对护理人员的职务调动，应该以护理人员动机，一个确保伊有相关训练甲技能做原则，若无就是违反劳基法。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南市礼拜咧庙会闹节，所一个55岁民众去互泡芙结着头壳流血，送病院添2针。这台南市政府表示讲，这庙会是已经甲考控真侪摆，环保局嘛已经甲庙方罚6000块。暗时天顶午会14宴会有够水，嘛声真侪人来到闹节。这是台南安南区的定安宫，10万邀请活动的现场。不仅我伫活动过程所有挂灯塔，民众人面徛真远，看到一半，煞好泡啊断着头壳，当场会一直流。烟火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患者呢受伤地点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距离。他站在很远的地方，那你也知道说那上去的那个可能是。那个重力加速度哈，可能就是把患者的那个皮肤这个地方哈，给他擦挫伤。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暗时7点多，当时庙前当咧放烟火，兼嘛有高空烟火，不过庙方强调，带着民众的是一般烟火泡仔壶，干那一口金角的大小，到了庙方的医护小组第一时间随处理，后续庙方嘛讲会过去关心这个患者，嘛会协助保险的赔偿。15岁周姓男子在庙会绕境现场观看烟火时，不慎遭掉落物击伤头部。警方及义消及时到场协助，并通报119送医，经缝合2针后，伤势无大碍。除了这站民众受伤以外，消防局嘛有接到附近民众放烟火，地势引起杂草倒火起来以外，加在到场随拍火器。消防局表示会主动向庙方查证，确认放烟火敢有违规，后续若确定有影，会以泡仔烟火管理条例规定，罚3万块以上，15万以下罚款。嘛讲会加强宣导甲检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我来看屏东垦丁一间饭店，讲是要带游客去生态导览。有民众说喊讲，这甲这大人甲囡仔拢带去沙坡顶掠虾啊、甲捡生啊，这个是讲咧破坏生态。饭店嘛出面回释咧，国家公园管理处嘛要求业者用看就好，唔通去甲掠，避免影响到生态环境。导览员带队伫沙坡做生态导览，大人囡仔拢摕着手电仔含水桶，透明的水桶内底拢有放大细只的虾，甚至阁有掠寄生仔。不过饭店人员含带客行为，互张小姐感觉无妥当，有破坏生态的疑虑，就甲影片搭去社群网站，引起足侪民众讨论。一来，当然导览员就讲解，那开始就大家抓，然后大人小孩就追着寄居蟹、追着螃蟹跑。我问了导览员，我说。这个是可以抓吗？他说他们会放回去。我们已经有确定有法律规定了嘛。代志发生伫16下暗，垦丁小湾附近的饭店，这个月初5到18有免费野放沙虾生态活动，导览人员一摆带20位游客掠沙坡的毛虾含寄生仔来观察。虽然有民众伫社群表示，伊迄摆活动结束，工作人员确实有参与做伙甲虾放生，但是有掠的动作就让人感觉无理想。那针对这一次的一个旅客的一个意见反映，那我们也有深刻的做一个检讨，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在做导览体验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部分能够更加一致性。本处获报以后，立即通知该业者停止上市行为，并改善导览的流程与方法。本处也将检视该活动的内容，如果有违法的行为，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2款处以新台币3000元。垦管处呼吁民众进行生态观察，应该以卖掠、卖搅扰、卖破坏为基本原则，保护珍贵的生态资源。董事饭店讲，这个活动已经办3档啊，影响社会大众会失礼，愿意承担责任。自17开始，导览活动就无搁提供汤仔给民众。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真正受到台美关税影响，外销到美国的台湾吊订单是减少真济。搁再加上去年药检嘛，互人冤枉检无过，中国嘛是摒俗价咧抢订单，害这饲台湾钓的渔民日子是真歹过，伊也希望政府会当来斗相共。窟窿内底台湾钓食着渔民放的饲料，日子这鱼仔因为关税影响外销订单，加上国内需求无济，渔民表示，交传统市场的价销一斤大约是25块。不过目前养殖的成本已经到28块，因负担的成本是愈来愈重。新一般咧钓话20出头块尔，啊，若外销话10外块来咧钓，
顺利都当啊无行情伊啊。大家拢咧报啊，报台湾雕卖袂出去啊。哦，啊问题是因伫菜市啊咧买，共款贵三三啊，嘛无力啊。那当你末端市场没有降价的时候，你整个内需市场就会疲乏嘛。渔民表示，关税影响到台湾雕的出口，这3个月来市面上鱼仔拢塌的卖袂出去，互原本时间到爱掠的鱼仔，只会当放伫壳仔内底继续饲。不过即马是愈饲愈大尾，毋但成本增加，而且加工厂时间嘛无要收，渔民是真无奈，希望政府会当来斗相共。啊，即马就是以国外的市场规拢冻掉的掠，国内拢要细尾，啊你细尾啊你这大尾要安怎？所以这起来拢2-3斤，啊即马佫愈来愈饲愈大尾，啊愈困难销呀。卖袂行，安尼要安怎？那我们如何去赶快去把它去化掉，把这些大尾的去化掉？那反而是可能是必须要赶快第一时间赶快去着手把它处理掉的一个事情。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农业部已经公告，除了外销会提出奖励以外，针对加工厂甲渔民会提供生产奖励金，另外还会来补贴农业贷款的利息，计共会投入180亿来进行配套政策。嘉义县政府嘛会配合餐厅业者增加通路，协助甲大尾的鱼仔销出去，希望解决渔民目前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因伫咧台东县有种200多公顷的金旋往来，因过捌发生消无路坑甲烂去的状况。今仔就有日本的食品业者来想到咱台东的金旋往来按算要来买，亲身来到现场来考察。台东县延平乡的往来田拄正种金旋往来载落去，6-7家才被采收。验过19就一间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经过无一商甲乡公所介绍，来到3区的往来产销班农户现场看农民正式的情形，对这的环境也个正式的技术印象真深。で、あとは何がびっくりしたかというと、多分日本より確実にオーガニックに近い。延平乡桃园村3区的金旋往来产销班，差不多有30位农户。农民讲，可能是种的所在伫咧山区，食起来气味无共款，才会吸引日本的业者来遮看。公所是讲，这边日本业者主要是要买加工果子的原料，希望牵线和双方合作，改善农民的生活。可能也因为是气候还是土壤的关系，它的口感会不一样。基本在行政作业还有证明等等，那可以还有相关的一些小小的补助，那我们可以挹注的、可以帮的，我们就尽量做。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讲，这边除了希望买东部的往来，也对台东的食客有兴趣，希望以后拢会让引进日本去加工，结果卖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旧路河仁到大清水路段，伫咧去年大地震了后，又搁崩山真侪解，造成交通中断。这评估了后，是无摘掉搁再修复。即马行政院嘛公告要废掉这条路线，不过在地民众是有不同意见。去年4月凄惨大地震，对苏花公路清水断崖路段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伫咧旧台九顶线的64公里至69公里的所在，也就是河仁到大清水路段是搁较严重，不时拢有土石崩落来。经过评估，已经无修复的可能性。这个要抢救它相当的困难，而且危险度相当高所以经过评估以后，花费的经费从初期概估是25亿以上，加上台九丁这个路段及海岸侵蚀的严重性大概也没有办法用所谓人力工程的方式来保护它。公路局强调讲，新的苏花界崩坑是快速佮安全，不过这段人讲是上水的公路，所来都要废除。对真侪华人的民众佮做观光的业者来讲，拢感觉真唔甘。我们期望未来能够有一些配套的措施，比如说能够做一些路段的管制以及开放，透过步道的方式，透过自行车的方式，或都透过这个健行的方式，都能够一样有机会能够让世界所有的游客能够欣赏到台湾最美的这个海岸线。遐来在地和平村的民众是认为影响无大，不过因为沿线的车路逐工拢要伫咧施工，不时会有交通的管制，敢若希望会当确保安全，路会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近日超高龄社会天主教湿地基金会邀请专家来写册，推出一本一路食甲老的工具册，针对时大喙齿的保养、食物件、吞物件要安怎食才有营养等等，提出改善的方法。
营养师做软软好入嘴的糕仔饼，互时大食，因为好吞方便食，时大就较愿意食。天主教湿地基金会长期照顾时大，用第一线照顾者的经验，邀请8位专家学者来写《一路食到老》这本册。其中一位作者讲，时大食物件、吞物件有困难，是因为脑后的筋膜退化造成的，但是会当透过训练来改善。用力对面就是讲，咱吞的时阵吼，你就喙感冒按，然后大力吞。我示范一次，就是安尼喙感冒按。好，这然后就是你的然后筋，就是喉结的所在吼，甲下頦这个所在，即搭会出来吼，喙感冒按，然后大力吞。你咧吞的时阵，就是纯粹咧做运动。根据卫福部的统计，65岁以上的时大有3成至5成的人有食物件、吞物件的困难。学者表示，社会大众对照顾这款的时大，常常会有毋对的观念，就是讲甲物件磨做黏，用予糊较好吞。但是营养师讲，安尼其实是会造成时大营养不良、体重下降，甚至是脱水。给他比较，比如说就是软一点的，好，或者是说这个质地稠一点的，那让它好吞咽，而不是说都是稀稀糊糊的这样。同样是半碗，我要加了水，那它的体积就会变大，然后你每一口吃到的时候，这个营养成分还有这个能量的话呢，都会比较少。好，那如果长辈胃口又不好的话，他可能吃一点他就饱了，就吃不下去。因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这本专门为着照顾时大写的册，内容有喙齿的保养、食物件、吞物件困难的原因，要安怎食好营养和照顾失智者的方法。基金会希望这本册会当提供正确的观念，若是提早发现问题，量早找医生协助。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81岁歌戏国宝杨丽花对4岁登台，一世人拢奉献给歌戏，开创电视歌戏的黄金年代。文化部即马嘛伫咧宜兰团结中心替这杨丽花举办个人的展览，邀请大家来回顾歌戏上车赢时代。若有我的观众伫，我永远都无退休。短短2句话讲出来，干那几秒钟的时间，不过对杨丽花来讲，算是一世人。伊对4岁开始唱野台戏，16岁演出内台歌戏，到广播歌戏出唱片，甚至是家家户户守伫咧电视机等的电视歌戏，一路行来77档，或者帮配杨丽花，成做真侪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咱这个戏剧若是无观众的，都真是无啊。若戏剧有观众，免惊无啦。杨丽花会老，但是歌戏永远袂老。较早咱食饭拢伫餐桌，到尾后因为杨丽花的关系，咱食饭的所在拢搬来客厅，对无？所以即句话讲，食饭配杨丽花。这届文化部邀请杨丽花伫咧宜兰团结中心头届举办个人的展览，号做世纪初恋杨丽花。展览1礼拜就破9万人参观。杨丽花甲较早的戏衫、布景和道具拢搬到团结中心。伊的徒弟陈阿兰就分享，有的歌戏衫一输就要200万，为着要完整呈现连戏红啊，拢是杨丽花亲身落去雕伪装、头毛和清擦。杨爱女80几岁了。不要再让他画，我们来画就好。杨爱宇说：“杨丽花，家己画杨丽花，这是杨丽花。”但是这句话讲落去吼，开始啊，阮就开始无用啊。伫展览现场嘛有设计真侪活动，亲像录影带，就当用大荧幕看杨丽花搬戏，有广播机，后面将体验歌戏录音，有 AI， 互观众来搬戏，甲杨丽花共台演出。既然是杨丽花的故乡，团结中心嘛邀请大家感受杨丽花创造出来的歌戏黄金年代。记者调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宜拢的查某人伫咧生活上有受到真侪限制，不过即马由政府来出钱赞助的大型交响乐团，有出头一位女性的指挥家，要鼓励查某囡仔勇敢来追求梦想。伊拢头一个女性指挥家法理由瑟辉徛伫咧德克兰历史上久长、上出名的夏赫达音乐厅，接受大家赞声，这嘛互当地女性真大力量。
یکی از دوستان منم دیروز اومده بودن میگفتن که دختر کوچیکی همزمان که من رهبری میکردم با من رهبری میکرده و گفت ببین که از کجا تو ذهن دخترها داره این دیگه نقش میبنده. 根據伊朗的法律，女性是袂使伫有查甫甲查某男斗阵的观众面頭前，家己一個人唱歌跳舞，因為這項當作是違反伊斯蘭的教義甲公共道德。不過，法律尤瑟輝佇咧樂團做帶頭，代表伊朗文化當咧轉變。 嘛，讓女性在藝術領域當中有更加多可能。فرصت موسیقی برای خانم‌های ایرانی به خاطر صداشون که پخش نمیشه نه، ولی صداهای خیلی قشنگی داریم تو خانم‌های ایرانی. حالا اگه نتونن صداشون هم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ه، همین که رهبر ارکستر باشن، صداون به جهانیان میرسه. در ایران محدود بودن و هیچ وقت نتونستن اون استعدادها و قابلیت‌های خودشون رو بروز بدن. ولی مطمئن هستم که جایگاهشون از مردها کمتر اگر نباشه که 100% بیشتر. 除了指揮，德克蘭交響樂團內底，佫有真濟女性團員，像下弦仔的小提琴、中提琴、甲打擊。音樂會結束了後，法理尤瑟輝表示，當伊行去舞台中央，所有的觀眾攏甲目睭向為伊的身軀。伊知影家己責任真重，同時伊嘛鼓勵其他女性面對困難唔通驚嚇，因為這是甲束縛、甲壓迫拼掉的必要條件。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 伫咧90年代所流行的電子雞，也是真濟人共同的記憶。伫咧日本東京有舉辦電子雞30週年的特展，邀請大家做伙來看賣。畫素個性的卵佇熒幕頂切切着，發出古早味的電子樂聲。第一代電子雞佇1996年問世，到今年要滿30檔。遊戲公司萬代南夢宮特別佇東京舉辦特展，回顧這30檔電子雞演變。電子雞是一隻飛機寵物，會巴肚枵會感覺孤單，賣破病。算的人必須根據伊的需求做適當的回應甲陪伴。若是照顧無夠，電子雞有可能會翹起，因為遊戲設計會當互算的人培養出感情。伫90年代，捌全球攏咧實行。對足儕迄陣的囡仔來講，是珍貴的童年記憶。I had found a Tamagotchi on the ground 100 years ago when I was a kid, when they were really hard to get and you couldn't afford them, or at least my parents didn't give me money to go get one. 有少年民眾看展覽，才頭一擺接觸，嘛會當感受到電子雞的魅力。It's cool. I think it's popular in 2000, and I think it's really cute because it's a small virtual pet and you can take care of them. I think it's cute. I wish I could get one someday. 在過去的30檔，電子雞遊園一直咧改版，無論是創造新角色，還是甲其他品牌聯名，攏互遊戲變甲更較豐富，已經佇全世界銷之一粒。雖講佇現代囡仔的生活中，已經有各種電動甲智慧手機啊，不過對真濟人來講，照顧螢幕裡細細隻的寵物啊，遊園是無法度取代的體驗。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下晡報天氣寫款來看詳細資料。北部地區13度到16度，中部地區14度到23度，南部地區16度到25度。 東部地區15度到22度，外島地區8度到19度。感謝你收看今日早起新聞，我是陳志剛，咱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